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， 一齊聽故事，一齊親子共讀。今日呢，我哋要講嘅故事叫做《龜兔賽跑》，一個講述驕傲同堅持嘅經典寓言故事。準備好未啊？我哋開始啦！喺一個陽光燦爛嘅森林入邊，住住一隻名叫皮皮嘅兔仔。佢有住森林入邊最快嘅雙腳，為此感到十分自豪。有一日，皮皮見到佢嘅朋友烏龜樂樂正慢慢咁爬過草地。皮皮笑住講：樂樂，你走得好慢啊，不如我哋比賽下，睇下邊個先到嗰棵大橡樹下面。森林入邊嘅其他小動物都聚集過嚟睇比賽。隨住貓頭鷹先生一聲令下，比賽開始。微風拂過樹梢，樹葉沙沙作響，好似係為佢哋加油。皮皮好似一支箭咁衝出去，一下子就將樂樂拋得好遠。但樂樂一啲都唔氣餒，佢深深吸一口氣，邁開細細嘅步伐，一步一步穩定向前爬。佢嘅眼神充滿平靜同決心。皮皮跑咗好長一段路，翻頭一望，連樂樂嘅影子都冇。佢認為樂樂有排都未追到上嚟，我可以喺呢棵舒服嘅樹下面瞓一陣午覺，醒咗再跑都未遲。溫暖嘅陽光同輕柔嘅微風令皮皮好快就瞓咗，仲發出輕輕嘅鼻鼾聲。佢夢見自己已經贏咗比賽，正喺度接受大家嘅歡呼。與此同時，樂樂冇停低腳步，佢慢慢咁持續咁向前爬。樂樂嘅每一步都伴隨住輕輕嘅草聲，節奏穩定而平靜。汗水從佢嘅額頭滴落，但佢只係默默咁繼續前進。當樂樂經過嗰棵大樹嘅時候，佢見到皮皮仲喺度瞓緊。佢冇叫醒皮皮，只係微微一笑，然後繼續朝住終點線前進。當皮皮醒咗嘅時候，太陽已經快落山。佢嚇咗一下，急急忙忙咁向終點跑去。佢使盡全力狂跑，但遠遠見到樂樂已經一步一步咁跨過終點線啦。烏龜樂樂贏咗比賽。皮皮跑到樂樂面前，唔好意思咁講：對唔住樂樂，你教識咗我，堅持唔停比一時嘅速度更重要。從此，佢哋變成咗最好嘅朋友。從嗰一日開始，森林入邊嘅動物都明白到，無論走得幾慢，只要唔停低腳步，都可以到達自己嘅終點。多謝收聽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。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記得訂閱、留言同家人朋友一齊聽下次嘅故事。